來關心天氣哦，今仔早起8點，佇關島附近海面上已經形成今年第9號風颱包圍。氣象署嘛預估講有機會佇禮拜發展做強烈風颱。後禮拜哦，就挖進台灣東方海面，對台灣的影響是愛擱觀察。這禮拜天氣真熱哦，氣象署今仔嘛針對10個縣市發布高溫資訊，屏東哦有可能會出現38度以上的高溫。這禮拜日頭真美，天氣有夠熱。氣象署也佇拜四發布10個縣市的高溫資訊，其中屏東可能會連續3天出現38度以上極端的高溫，民眾都盡量避免曝日傷久，愛加啉水才袂著山。今天跟明天比較偏向於東南風啊，所以在高溫的預測圖上面的話，主要的區域都有機會來到35甚至是37度，尤其是在雙北以及在中南部的內陸地區。那我們有針對了屏東的部分的鄉鎮發布紅色燈號的高溫資訊，那意思就是可能會有連續3天的38度的高溫出現。氣象署表示，受到太平洋高壓的影響，禮拜進前各地攏是濟雲到好天，敢若東南部甲恆春半島有南山的短暫陣雨，部分山區也會落短暫的雷公雨。台灣的東方是太平洋高壓勢力的範圍，那它的勢力往中國的華南這邊伸展過來，因此我們在高壓的範圍底下，天氣上大致是比較晴朗炎熱的。今天的話，大致上都是多雲到晴的天氣，不過台東、恆春半島這個地方還是會有些斷斷續續的降雨，有些地方甚至可能會有到局部大雨等級的降雨出現了。中午過後的話，還是會有午後熱對流發展，所以在山區以及中部以北一些近山區的平地的地方，可能會是有午後雷陣雨出現的機會。氣象署也指出，拜四早起8點，佇關島東邊的海面有形成今年的第9號風颱包圍，目前離台灣要真遠，要等到後禮拜才會當確定對台灣的影響。因為台灣附近雖然還有一個熱帶性的低氣壓，不過伊是向海南島行線，氣象署預估袂直接影響台灣。記者郭佑基、謝桂玲台北報道。